南寧王殿下，末將來遲。晉陽君在此，爾等誰敢造次？隨本將誅殺反賊。皇上，睇我娘娘嘅人到咗，我要見到趙訓皇毫髮無損咁樣回宮啊！皇上，你大人都趕到咗，話無論如何都要求見皇上啊！殿下，只要你一聲令下，唔等即刻誅殺反賊。在南寧王殿下，誅殺反賊。晉陽君聽令，全軍鬥圍。將軍，東方戰陣唔破啦，但係敵軍嘅重騎要壓翻上嚟，我哋仲係得翻唔夠300個弟兄咋。為今之計，要燒毀所有軍旗，但係燒咗軍旗，各營就會失去指揮，亂成一局噶啦。要嘅就係呢個亂局。王副將帶50人往西側谷地突襲，燒毀佢哋嘅糧車。特令兄弟們就俾呢班垃圾睇下，乜嘢叫做北齊狼騎？保護南寧王殿下，穩陣去。好，佢哋連老車都推咗入嚟啊！佢哋想形成合圍之勢，傳令收集所有傷馬，仲有最後嗰幾桶桐油。參軍，你咁係？末將明白啦。參軍，請將此令交俾末將啦。敵陣最重兵力在於西南，唯有以火開路，以血為引。兄弟們，可願隨我衝最後一程？好，末將願為南寧王殿下赴死。好，燒得旺啲！你呢個北風仲有烈火，送我等最後一程，點火！大齊男兒，何懼一死？將軍且看，呢個就係我哋嘅旌旗。大齊萬世，願南寧王殿下寶雲張龍。參軍佢將自己綁咗喺領頭隻馬上面啊！召全軍鬥圍。最終，晉陽軍以不過100人嘅少數傷亡，突圍之後兩面夾擊，成功擊退突厥大軍。